其實懷石料理嘅真正意思係茶道之前嘅餐點，但今日好多餐廳做嘅懷石料理已經脫離咗最原本嘅意思，太豪華、太複雜、喧賓奪主。日本福岡就有一間叫做中半嘅餐廳，專做原始嘅茶懷石料理。究竟點先係茶懷石呢？客人一嚟到，一定係上咗白飯先，但淨係一啖嘅份量，唔可以食得太飽。上面係一份刺身，右邊係湯，擺嘅位置全部都好講究，筷子都一定要搭喺木盤嘅右邊。之後3道菜要分別突出當季嘅初期、中期同晚期。其實所有飯餸都只係前菜，所以一定要清淡，份量少。主角其實係最後一碗即磨抹茶，要特別用山泉水沖泡。師傅遞俾你嘅時候，記住用雙手接，然後師傅就會鞠躬，表示一餐茶懷石已經完結啦。